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1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要先来关心，伫高雄有一个查甫人，号做吴良远。去年9月份的时阵，因为噪音的问题，当两个幼囡仔的面头前举刀啊，甲因触鼻，也就是这两个囡仔的爸母杀死。高雄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伊挑工杀人、手段粗残，而且完全无咧忏悔。合议庭的法官一致决，甲伊判死刑，而且终身褫夺公权。这嘛是去年9月份死刑实现了后，头一件一审就判死刑的案件。看到镜头拢无讲话，伊是涉嫌杀害楼顶厝边翁仔某的吴良远。2023年9月，伊伫两个囡仔面头前杀死囡仔的爸母姓罗的翁仔某。检方依照杀人罪起诉，求处死刑，将一审宣判，三个法官拢判吴良远两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所谓的精神疾病。那另外他在接受这个量刑鉴定的时候，他对于那个鉴定的人员也曾经口出以及动作的威胁。合议庭认为吴良远有杀人故意、抢夺残忍，所犯的案件造成严重的破坏甲危害性，也无证据证明有精神疾病，也个无特殊情形会让认为被告未果再犯的理由，判以死刑。这样是死刑伫实现了，第一件一审判死刑。这个社会很多杀人犯都不怕死，都没有给社会一个正义，让他们害怕说杀人会死，不敢让他来这个地方，只能够过年逗留2、3天而已。死者老爸亲手写的批内面讲到，总算等到换来证据，希望囡仔因会让国家坚定的相信，因无唔对，有唔对的人已经得到伊应该得到的制裁，所以因会让继续勇敢面对因的人生。因为这件案件适用国民法官法，不过主要证人是死者翁仔某的两个细汉囡仔，家属要求避免二度伤害。法官伫审理了后改做一般定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早暗同款是较凉冷，日时也较烧热。咱做伙来看温度。北部东半部的高温会加25度至26度以上，特别是中南部高温可能会加30度。若那低温的方面，伫中部以北差不多是16度至17度，其他的所在是18度至20度。若那中南部都要注意早暗温差较大，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加套衫。今仔日台湾附近的水汽有小可增加，除了东半部会有湿啊雨，马祖嘛会落短暂雨。若北部甲中部的山区云嘛会变较高，有的所在可能会落雨。天气是话变就变，今仔日要是真好天，中昼嘛不哩烧热。不过为拜四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这温度嘛会降低真济。一直到拜六礼拜，会阁有另外一波冷气团会影响台湾。拜一这日头的好天，民众穿短裤、短裤出来运动，甚至有人热甲烫白体。气象署表示，拜二到拜三甚至有可能出现30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爱民众把握这几日来的好天，因为拜四到礼拜这段时间受到两波方面影响，全台不时拢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有些西半部地区可能都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特别要注意有雷雨会发生的情形。除了拜四会开始落雨，气象署表示，拜六礼拜还有一波冷气团落南，到时北部东半部低温只有13度，中南部低温嘛敢若16度。气象署提醒，这波冷气团影响台湾的时间嘛会较长。这一波冷气团可能会持续影响的大概时间是比较长一些的。或许我们可以再持续观察。即马台湾进入春天，春天的天气变化真大，天气黏伊寒、黏伊热。气象署提醒，以英国天气形态来看，台湾的3月份、4月份也有可能有冷空气影响台湾，嘛提醒民众高衫唔通先收起。记者陈亚柯敏哲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家暴法实施已经要27年啊。卫福部统计家庭暴力通报的事件，当年是咧压悬，2019年通报10万件，2023年是增加到13万件，到2024年的顶半年都已经有7万多件。统计起来，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主要原因是老人受到苦毒，通报的数量是直头增加，是势要堪你照顾的压力来使用暴力。
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5月17就要来举行，即马敢若剩2个多月，不过台北市也无感受到要办国际比赛气氛，市长蒋万安嘛感觉无啥满意，要求各局处都要较拼实的，若无落实宣传的机关，首长的考绩会受到影响。过来看联合报，香港南华早报车走的时阵独家的报道，因讲根据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上紧可能4月份会去访问中国。这件代志若是有影，习近平会伫咧5月份访问莫斯科，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之前，就会先甲川普来见面。继续来看，之前有人也讲，有志愿役的阿兵哥有中国的身份证，国防部是扩大清查，若是有就要放弃。不过国防部是表示，并无要求义务役的都要放弃中国的身份证，而且要依法甲兵做好了。因为这点是引起国安的疑虑。有专家就认为讲，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每一个国家拢有咧欠阿兵哥，就算是有中国的身份证，只要莫去摸到机密的部分，降低国安的疑虑，都袂影响兵权。进前一个海军志愿役士兵，发现有中国身份证，引发风波。国防部扩大清查军事官兵是不是办了有中国身份证，要求所属签字具结甲宣誓放弃。国防部证实，义务役男也伫清查范围，验国部要求义务役男必须要放弃中国身份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有关必须完成兵役义务，验国外界烦恼有国安的风险。也请国防部来去做彻底的来彻查之外，那也去研拟一些相关的配套，来确保国家安全能够被守护。我们也不要特别去预设立场，说这些有其他国家身份的役男都一定会去免费的去做所谓的间谍活动。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91条，伫中国设有户籍也是领用护照者，会丧失台湾户籍加所衍生权利，严格无免除义务。专家分析，伫即阵囡仔生少之下，各国因讲拢欠缺兵员，以美军为例，也会接纳中国籍移民来服役，不过严格定法制度，互国安风险降低。或许呢，可以让这些士兵从事比较单一的任务，譬如说你就是驾驶或运输，减少接触一下军事机敏性。为了阻止中共渗透，国防部建议修正《陆海空军宪法》第24条，签署书面翕影片在手法，对着人宣誓效忠，会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也陆委会最近要求全体公务体系人员具结无领用中国身份证，也公社财团法人国营事业收到公文，依照款事部资料，公社财团法人包含法扶基金会、国防院、工研院、中央社这军8个单位，具结数体面要求签署人爱负法律的责任。陆委会讲，政府充分相信全体军公教人员、公营事业加公社财团法人员工的具结结果，清查进展真顺利，各项工作真紧就完成啊！也感谢多数现职人员配合清查。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办公听会，针对去年税收有中5238亿，敢是要行互百姓的？有学者认为讲，若是要行，不如就减扣税，或者是推动税制改制。另外有立委问讲，立法院若是通过特别条例普发现金，上紧当时领会到的。主计长陈淑珠回应讲，上紧是8月份。伫去年的税收超前5238亿，创史上新高。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最近强烈地咧推搡，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随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调回税收超前害税有凭公听会，找学者专家来讨论。不会把这个超征的税收啦、税基剩余啦，好好的用来积极还债，税制又不合理。为了对纳税人做交代，以及对我们后代子孙负责呢，我干脆就认为还税于民了。如果说你真的想还钱给我的话呢，5月纳税要到了，你可以少收一点税给我吗？就好啦。大家打8折、打7折就好了，不用这样来来回回的，因为很累。针对税务收入实证数超过有算数，财政部已经成立税收估测专案小组，同时委员建立真正中央政府内地税税收估测模式，借此来提升税务收入估测的精准度。财政部表示，税务收入比预期较悬，是依法征收，并不是外界以超收的名称来误解正济，超过本来应该扣税金额，所衍生出来害税给民众的证据。
去。所以若是无考虑到整体预算的收支情形，恐惊有估值发现金的疑虑。财政部也记税库收入犹有逾期，是无顶当财政存余的三大理由来反对害税和民众常态化。条例通过到发钱多久时间？差不多至少要3个月以上。如果5月通过，不要13个月，8月、9月了，差不多这个样子了。行政院主计总处是警告讲，若是税库收入是增速超过有算数的亚多，达到有算法常态化规范限定用途，以后恐惊无法度保持弹性，应用国家重点施政的项目。因若破发现金敢未通过，依然是继续讨论才当定案。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数位发展部即马推出数位凭证钱包的 App。按算要下部会来合作，会当把身份证、健保卡、甲驾照，拢放伫咧即个 App 内底，来代替实体的证件。不过民众就烦恼讲，家己的个资会安尼怎流出去？司法部是表示，这毋是强制性的，传统的证件也是会当使用。因若即个 App 的使用，上紧伫咧12月份会伫咧特定的所在来试办。有电子处方签吗？加。以前去邮局领药啊到位啊，才发现无啥就处方签，是嘛只要手签一扫，有输入马上知影你要爱领什么药啊。为着互民众生活会当更较利便，司法部2025年推出数位凭证钱包的 App， 甲各部会合作，毋但会当放政府核发的证件，亲像是身份证、健保卡、驾照、技术师的证照等等。未来包括特殊身份买票、银行开户、查保单、超商的会员卡、甲领会验证、办手机等等，买当加入数位凭证的钱包扩大应用的范围。强调我们不是要发数位身份证，也没有要发证件在数位皮夹里面，依照国际的标准去打造，所以未来是在跨国的使用上是有它的互通性的。虽然数位钱包会当降低伪造证件的风险，买当由使用者家己决定想要公开什么款的资料，避免文书风化现现。不过，台湾网络诈骗是世界赢杯，民众若点入去千分的网址，或者是建国平台中华电信叫骇客入侵，各自恐惊有流出去的疑虑。可以选择性，你可以要揭露什么就揭露什么，而且你原则上就是手机了，你就不用带那么多证件了。不管是用手机做脸部辨识或者指纹辨识，那就确定是你本人，你就不用担心被别人冒领。因为我的程式码释放出去，而且在整个数位凭证皮夹，它本身的架构是做分散式的处理，那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集中式的资料库，就可以避免说因为这个集中资料库产生的问题，而造成民众的资料外泄。另外，考虑数位落差甲侪会使用者的需求，数位钱包并不是强制性的，民众要是会当选择使用传统的身份证，提供予第三方来验证。因若司法部嘛要拼今年的12月份决定应用的场合来试办。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有关股市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拍关税战，即马局势也是真紧张，有真侪无确定性。不少投资人是真烦恼。美国三大股市收盘是落落。中场道琼工业指数是大落要900点，纳斯达克指数是落727.90点，差不多是4%，收伫17468.32点，创下2022年9月份以来高一天落上济。标普500指数是落155.64点，差不多是2.70%，收伫5614.56点。因若道琼工业指数是大落890.01点，差不多是2.08%，收伫咧41911.71点。针对这点，川普伫受访的时阵，伊捌讲美国的经济当咧行过过渡期。继续咱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伫咧白宫，甲美国总统川普是讲甲一句来一句去，是真无欢喜。川普迄当阵就讲，泽伦斯基的手头已经无可指啊。另外，美国、甲罗西亚，还有乌克兰3国的官员，一礼拜要伫咧沙烏地阿拉伯来会谈。不过，即马所传出乌克兰占领的罗西亚库斯克的地区，说是去互罗西亚全面反攻。乌克兰的补给嘛已经去互切断，这谈判的可指啊，可能会有变动。画面中，路过自杀式无人机将撞击到地面上乌克兰的军用车辆。这是罗西亚国防部上新公布画面，虽然时间无法度确认，也个地点方证实是路过库斯克地区的苏加市，这也是乌军重要的补给线所在。乌
乌军去年8月成功夺取库斯克地区，占领几10个重要城镇。也毋过，乌军原本稳住的战线开始，予陆军甲北韩军以人海战术一直推进。根据 CNN 引用乌克兰的军事部落克，陆军采购开始，沿一条已经停用的天然气管线，成功避开无人机监控，进入苏家市，当将乌军逼甲强迫崩盘。Вот приехал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бронетехника Брэдли. Наши птички БПЛА попали одним снарядом, вторым и уничтожи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вражескую технику. 乌军4名拢是归于准备撤离库斯克地区的谣言，一直传出。这个时阵，美罗乌高级官员搁要伫这礼拜伫沙特阿拉伯舰队停战进行会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采购已经为非洲荷姆斯特空军有备役基地出发。Завтра ми продовжимо працювати заради наближення миру. Буде мій візит в Саудівську Аравію. Також на сьогодні ще більш підготовленою стала зустріч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в Саудівській Аравії, України та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For the Americans, a bad deal is better than no deal. But for the Ukrainians, a bad deal is worse than no deal. And that is a fundamental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到第三个会谈特别展开，川普亲像更有新的想法。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报道，美国官员私下表明，川普有意伫乌克兰扩散协议之花，各地加让领土互俄国，甲泽连斯基落台重新选举的另外条件。Well, I think they will sign the minerals deal, but I want them to want peace. Right now, how do they show that? How do they show that? Well, right now they haven't shown it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should. I think right now they haven't, but I think they will be. 川普伫空军1号对记者表示，美国真紧就要开放对乌克兰分享关键情报，将对采取乌克兰顿内茨克各号陆军轰炸造成重大伤亡。美国表示，无现象显示，伊甲美国停止情报分享有关系。You have to be thankful. You don't have the cards. 川普不批评泽连斯基无条件，不过这礼拜这场谈判已伫乌军形势进一步严重之下进行。基辅方面表示，这摆谈判爱先争取对美国关系正常化，才来讲停火。做落来有希望甲罗西亚展开直接谈判。公司新闻王鲁梅编译。继续来看，加拿大选出新的总理，是由59岁前中央银行总裁卡尼出选。伊嘛放出要带领加拿大对抗川普的关税甲野心。卡尼伊是大前的讲，加拿大永远袂成做美国的一部分，嘛依持报复式的关税，一直到拍赢这场关税贸易战。摕到超过85.9%压倒性的票数，加拿大前央行总裁卡尼得到执政党自由党党主席，特别成为第24任加拿大总理，带国家应对目前的政治甲经贸危机。头一个威胁就是川普的关税，也甲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州的并吞野心。America is not Canada, and Canada never ever will be part of America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There's someone who's trying to weaken our economy.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 And we won't. 59岁卡尼无做过议员，嘛无内阁经验，是加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素人总理，伊有金融的专才。2008年担任加拿大央行总裁，处理金融危机有真好的评价。英格兰银行2013年请伊，成为头一个非英国籍的央行总裁。伫脱欧期间持续掌权，卡尼专门处理金融危机甲谈判，是头一个捌伫2个G7国家掌管央行的人物。即届投入自由党主席的选举，讲家己是唯一会当对付川普的人，伫4个候选人当中，也上互人看好，无款上济。伊主张持续对顶报复川普的关税，拍赢这场贸易加主权之战。And my government will keep our tariffs on until the Americans show us respect. The Americans want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land, our country. If they succeeded, they would destroy our way of life. In America, healthcare is a big business. In Canada, it is a right. 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昨昏是西藏恐怖66周年，有几十个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头前抗议，去互印度的警察赶走。
西藏流亡政府嘛举行纪念的仪式，悼念苏当时牺牲的西藏人。不过，中国外交部就批评讲，达赖喇嘛是以宗教的名义分裂华人的政治流亡者。就算和印度警方压制，犹原大声喊卖政治加自由西藏的诉求。流亡印度的西藏人，随着分成几个小团体，用游击战的方式，伫印度新德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边示威，控诉中国伫西藏的文化灭绝政策。We are over here and we're not free. Though we'r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e're not free.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in Tibet. They have been harmed. They have been killed every day, and self-immolations are happening every day. 示威虽然事先保密，不过印度警方也是提前设立路障，部署几60位警力。示威的西藏人一出现，就和优势警力强行赶走。今年是西藏抗暴66周年，1959年几多万追随者得到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车站办纪念仪式，悼念当年死亡的西藏人。As we commemorate the Tibetan National Uprising Day, we honor our brave martyrs.And express solidarity with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side Tibet who continue to languish under the oppressive Chinese government. 不过，中国讲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外交部也批评达赖喇嘛不是单纯的宗教人士，是抹着宗教的衫，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达赖说什么做什么，改变不了西藏繁荣发展的客观事实。我们希望有关方面不要给这种分裂中国的言论提供平台。达赖喇嘛伫咧过去一直拢否认中国指控其是分离主义者，并且讲伊只是主张西藏实行自治，和藏传佛教甲因的文化会当受到保护。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一直讲要把决定栏倒买起来，互今仔日举行的决定栏议会选举，成做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一届要选出31个议员，这决定未来这4年决定栏会依持丹麦自治国的现状，争取独立，也是滑向美国的立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哥伦比亚大厦去年爆发一波反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开战抗议的运动。哈里尼是其中大家拢知影的人，伊采白时阵去互移民的官员逮捕。美国总统川普今仔日的时阵表示，这敢若是开始尔，伊绝对袂吞忍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甲反美国的活动。来看有一只游轮甲一只货船，今仔日伫咧北海的海峡小浪发生大火，加共有32个人受伤。那英国当局嘛已经展开救援。镜头转来咱国内。前民进党主席郭文德因老爸病逝，昨昏伫咧新竹举行告别式。看守所的人员是专程介护，因为郭文德伊是无挂脚镣手铐，被9点的时阵到位，伊伫遐停留1点半钟的时间。要登去看守所的时阵，因看守单飞机是甲郭文德念安安，大声喊司法迫害人权。面内拢无表情，无挂手铐，也无绑脚镣，由介护人员介护来到现场。前民进党主席郭文铁最早早起自台北看守所到新竹奔丧，前路的有拄到塞车，因过伫8点53分左右到现场，赶上郭文铁老爸告别式加载。伊是自会场的后壁入去，无对头前入去，所以支持者无看到。因为加载无对外开放，因过永远让听到郭文铁目屎含的伫咧念追思文。2013年，当我可能参选台北市长的消息传开以后，我父亲从新竹搭车到台北，跑去台大医院劝我好好当医生。他说我在二大失去父亲，我不要再失去儿子了。我最后的决定，让你这10年来为我操了不少心。郭文铁也甲老爸回息咧，讲伊到60几岁啊，也阁互老爸替伊烦恼，也请老爸安息，伊会坚强面对挫折甲打击，也会照顾妈妈，相信苦难会过去，总有重见光明的一天。特别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所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帮忙哈。那请大家放心了。
郭文铁10点16分左右，由解放人员介护离开。离开的时阵，郭文铁的看守陈佩琪情绪正激动，大声喊司法迫害人权，边的小草是大声喊阿伯加油。郭文铁奔丧即家伫咧会场点差不多1点半钟。郭文铁的妈妈是希望郭文铁请假奔丧会当点较久咧，不过无法度，唔是会当决定的。做儿子的人哦，应该要这样。谢谢。可是哦，我不能说什么啊，对不对？不是我决定的。那6杯拢有境外人士参加告别式，总统赖清德虽然无到现场，仍有送花篮。前总统蔡英文也送花篮，因为前总统马英九加前总统陈水扁是亲自到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伊公布一段乌兴学院开会录音档。伊指控乌兴学院的创办人辛碧阳哪像有摕外国的资金，而且内底佫讲到中国的飞弹若拍来是有真大的帮助。因为辛碧阳这边是随杯回讲，这是真典型中国心政的手路。此当时伊是学者，摕各国的补助，这的拢是公开资讯。再来更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中国的飞弹，中国的飞弹打过来那一次，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这段流出来的音档是苏当时乌兴学院的创办人辛碧阳开会时阵的音档。新党台北市议员侯汉廷指控乌兴学院哪像收外国的资金，批评辛碧阳透过两花紧张的局势来得到家己的政治利益，要求伊就要甲不分区立委撕掉。他所谓的大陆飞弹打过来对他们有帮助，不外乎就是对他募款有帮助，对他们黑熊学院壮大自己有帮助。那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表面上喊抗中保台，背底却在暗算，哎呀，中共飞弹利我良多，会引起公愤的了。老百姓不能接受他这样子借着抗中保台做生意，然后希望中国打飞弹，他可以募得更多的钱，赚更多的钱。辛碧阳车站嘛亲身出面，在记者会批评讲，这是典型中国心政的手路，用一寡指控来甲特定的人物作恶，针对个人打击心理封杀。而且背回家己苏当时是学者的身份，提各国研究的补助，这拢是公开的资讯。伊做立委了后，都已经停止所有的申请，嘛已经离职。而且解说这音档的内容是咧讲台湾民风意识的提升，不过煞是去用作恶。所以在那一个时候，我们得到了巨大的关注，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来接触我们，然后跟我们讲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帮忙？就那么简单而已。结果竟然可以被曲解成说，我说飞弹来了可以赚大钱。辛碧阳表示，过去这2礼拜，就至少有10项对伊的作恶甲指控，包括伊伫美国有3栋厝，甲伊的学历是假的，伊嘛有提出伊的毕业证书、甲房产的证明来背回。伊嘛强调讲，中国对使用这种舆论战、法律战甲心战是真熟手。伊认为，接落来会受到攻击的对象，真有可能都是各项罢免案的代表人。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这件命案，云云科技公司的董事长詹志新，伊甲公司一个姓杨的科技长抬死了后，佮伤害家己。警方怀疑伊犯案的动机是这个技术长离职进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底有讲到伊去互霸凌。台北市劳动局查查的时阵发动劳检，发现这间公司无设置工课场暴力预防的措施，嘛拢无相关的记录，依法要求都要限期改善。台北市劳检处人员透早出现信义区办公大楼，甲云云科技公司职员详细盘点资料。因为进前姓杨技术长互刺杀案件了后，李志佩也互献光，表示遭到公开侮辱、泼垃圾水等，亲像有一场霸凌情形。台北市劳动局查查在去发起劳检。对这场不法侵害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要做成记录啊，它是没有符合这个规定哈。那依照这个法律的精神啊。这个我们后续会通知他改善，没有再改善完毕，我们会处罚3到15万。经过检查发现，云云科技公司确实无设置职场暴力预防措施，劳检处目前依法限1个月时间要求事业单位改善。随上依据劳动部发布的这项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规定只要伫100人以上的公司头家都爱定计划预防劳工伫执行职务的时。遭受身体也是精神不法侵害。另外，就算中小企业无满100人，拢要有现场工作环境改善、人员训练等等，并确的执行记录，各留存3年。
大概有一些太一样的描述，让雇主他在处理这个或者订办法、订相关这个处理办法的时候，有所依循啊。那最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你要向谁来申诉啊？那申诉了以后，当然那个处理的程序有一些建议。另外，劳检处也强调，就算类似纷纷科技受侵害者，可能是公司各界主管，甚至是头家本身，只要是工作场合内的工作者，都受保护。根据数据，台北市这场暴力申诉案件113年，也为10月44件增加到11月102件，12月142件左右，累计达到776件。重点看的就是言语暴力未当疏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中昨日有一个大学生去互一个无驾照、佮食酒赛车的人弄死。家属质疑讲，台中市敢是拢无咧抓酒驾呢？市政府强调讲，去年有处理7000件，死亡的人数嘛降低超过40%。不过，食酒赛车的防治团体指出，台中市已经连续2年食酒赛车造成伤亡的人数是全国占上济城市，要求因都爱积极来改善。食酒赛车涉案的查甫人，去互警方抓起来，伊车被半暝3点，涉嫌弄死外送员姓陈的查甫大学生，周7达到0.37。死者的妈妈是真痛心，这期台中市政府拢无伫咧抓酒驾。执法的这个是不是难道是北部比较严厉吗？然后这个在中南部他们是怎么样？比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这个的差别呢？警方调查发现，这涉案的查甫人因过有3届无驾照赛车的记录，检方向法院声押核准。针对台中市搁再传出酒驾弄死人，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目前已经有加强执法的力头。113年全年度的计算我们取缔的件数高达7000件，是6都最多。那另外我们死亡减少44%，减少44%。也是6都最多的。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6都最高了我们是6都第2名。当然，这个数字统计还可以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台中市警察局宣布，对即马开始进行5天的酒驾大执法，也若针对酒驾数量遐尼悬拢无共的分析，对外无一个讲法。根据着交通部的统计，台中市酒驾事故致死人死伤，2024年虽然平23年减少211人，但是也是连续2年拢是全国上悬的。酒驾防治团体是认为应该要有系统化作为。那面对这样子像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像一个恐怖攻击，他在路上可以先从自己的地方自治条例，他要不要针对这些贩酒的场域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范？这一个场所出来的，那你连带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表示，酒驾的防治袂当干那靠精线执法，颠倒是爱找源头的方式，关注酒品来源，也个对业者有相关的约束。建议应该爱下局处来合作，定出着自治条例，才当防止类似案件搁再发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1月份的时阵，公路局甲花东快速公路可行性的评估送去交通部审查。不过因为介绍关经济效益低，所以去用退件。交通部开记者会强调并无退件，而且公路局阁补强内容。因为公路局这边是建议讲，希望会当分段进行，大先考虑中直到新城这个路段，因为会当接苏花安。有关花东快速公路可行性评估，公路局今年1月送交评估案到交通部，算因为建设成本高、无符合经济效益方退件消息指出，引起花莲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如果说能够给我们这一条这个好的这个道路跟比较快速的又安全的这个道路来讲，无疑是对我们产业以及花东的人民是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的保障。我们花东人一定会坚持奋战到底。安全回家的路务必要来兴建完成。针对花东地区的交通建设，交通部7月下昼召开政府加速推动花东建设说明记者会。交通部政务处长陈建斌强调无退件，而且公路局针对花东快可行性评估各补强内容。希望他们补强相关的一个论述也好，或者相关的一个研究也好。那另外在这里头又特别针对分段实施也一并做考量。完成花东快速公路是北起花莲中调往南到台东市全长174公里，经费估计3614亿，也毋过经济效益又本比伊较细。最后公路局建议分段进行，优先考虑会当连接苏花安的中调到新城路段长度3公里，经费90亿，又本比达到1.5。分段，但是
符合译本比高的路段。来推动，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都变成是快速道路的话，其实是走起来其实速度很快，稍一不留神你可能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车祸了。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表示，未来希望下当先做中德甲新社路段，搁往南延伸到吉安，长度会延伸到30公里，经费大约900亿。有关花东块可行性评估，会伫修正了后，搁送交通部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有关交通建设的消息。基隆捷运建设的总经费目前是提报1200亿，市长陈国良讲是已经去予中央拒绝，中央要求新北市捷运局按照本地预算甲起起来。因那铁道局是表示，目前并不是调整工程经费的问题，是新北市府有误解。因那新北市府2月12日的时阵已经照本地协定的经费提报。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基隆捷运的经费希望会当赶紧核定。今年完成招标。基隆市民一直真盼望的基隆捷运几条路线通过台北、新北、基隆是真侪基隆市、新北市17区延伸到南港中间重要的大众运输轨道。不过市长谢国良7日伫市议会临时会讲，新北市府提拨经费增加到1200多亿，予中央拍转来。中央交通部现在只给3个县市690几亿的预算来做这样子的工程，有很多的建设是不是会因此而接受到打折？现在的物条、现在的人工，一定要到1000出头亿才能够来把它盖完。基隆捷运第一阶段路线以8堵站为端点，计划路线全长15.59公里，沿线总共13个车站。基隆捷运综合规划伫2024年1月3日已经得到行政院核定，总经费697亿。谢国良讲，伫总经费697亿时，基隆市府负担47.93亿，修正了后1093亿版本，基隆负担72.23亿。因若1200多亿版本无予中央接受，是不是要增加兴建的年限，也是伫个相关的年限内底？增加关系五成的规模，这是台北、新北甲基隆爱共同来思考的。八堵到基隆端的经费，应该在后续完成一个规划设计与评估的路廊的一个决定之后，才能做出它的一个经费所需嘛。我们再向中央来争取经费，这是一个未来可行的方式。我们从600多亿要调升到1000多亿，这件事情它的调幅内容是什么？如果只是单就说，因为逐年提高5%的物调费的话，我相信不会到1000多亿。不过，议长董志伟即期新北市拍算双北市路段先通报工程一平，基隆路段暂时延迟。另外，基隆段采传统工程招标，也就是先设计表了后才工程标。恐惊有拖延基隆捷运完工年限。交通部讲已经请新北市府重新提报，并没有所谓修正计划被中央打回票，可能有误解的这样一个状况。新北市政府已经在今年的2月12号重新提报，按照原核定经费来提报给我们做审议，我们尽快在做处理当中。现在是在工程会的审议当中，我们最盼望的就是极快把我们工程经费核定以后，我们极快在今年能够招标完成。谢国良讲，基隆市府也是基隆捷运的业主，新北捷运工程局是应做厂，所有的规划必须台北、新北、基隆3方面拢同意这样的一平。新北市捷运工程局回应，对综合规划通过到工程发布中间，应该物价起价，市场行情变化是过来普遍进行。伫工程决标了后，才发到估算计划总经费，较符合实际整个计划工程发布所需要需求了后，就会随启动修正财务计划。记者综合报道。伫个家己当招的港口宫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啊！伫个庙的有一寡清朝的时代留落来的文物，文化局邀请专家学者去现场会勘，除了要确定这文物审计的资格，嘛希望得到一寡建议来保存这珍贵的文物。专家学者用手电仔要来看牌匾顶面的细节，已经有340年历史的当招港口宫，内底有一寡位清代留落来的文物。为着要来做一个完整的记录甲研究，庙方配合家己县文化局，邀请学者到港口宫来会勘。这间庙是1684年清朝统治台湾迄年开始来建庙的。咱主要上4块牌匾，这4块牌匾有上早有康熙的牌匾，到最晚东治时代，东治10年。当时港口宫因为外海，海风的盐分除了破坏庙内壁刀顶面的家私啊，
对庙门的彩画或者是以前展览的物件，拢有造成影响。来会刊的学者就建议，除了牌匾需要整理，目前佫留落来文物，嘛要来减少海风对因的伤害。没有沿海问题的话，大概都是那种油烟油烟其实它可以慢慢清除，会再现它的一个表面的风华没有问题。可是这种广基性材料如果受到这种水汽沿海的关系，然后它整个剥落，其实是很难再去拯救它。江考强表示，这间庙伫1684年开始建立，是地方信仰的中心，嘛见证家己关沿海发展的历史。希望透过文资审议，文也好文物有完整的记录甲维护，嘛替未来家己关沿海历史的研究保留更较侪资料。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华的一个台语作家陈因，为20多年前就开始投入台语的创作，有出版散文、诗集，也有小说等等的作品。为了要传承台语，为即马开始到4月初，伊伫咧中华社头举办台语诗歌节活动，要招民众做伙来听导览。交流台语，愈来愈会爱会路，剩一阵绵绵的蒙蒙啊雨。拼到挂满100个100个诗话，拢是咧描写爱的艰酸苦涩。这是作家陈因所写的台语现代诗。伊原本是学校的老师，过去就常常用台语教册，所发现足侪囡仔听无，互伊开始要以母语的保存，写诗、写文章，专心投入台语的创作。为2001年开始，写第一首台语诗。为遐开始，就开始算哪想、哪写、哪创作。我生活所接触的物件，拢是我创作的题材。所以其实我嘛主张，咱艺术、画图等等，其实拢爱伫生活内面展现，安尼才有意义。除了创作，陈因嘛世界展览摆摊，要来推广台语。今年也伫故乡中华办台语诗歌节，有文学行达、林家比念歌诗这活动，要甲民众互相交流，探讨台语。咱大部分人讲台语拢讲较袂连长，若会当甲写着诗吼，佫会当读甲安尼诗的感觉吼，我感觉是真好。老师写的台语诗的作品都有感情的，伊会带咱台湾这块土地做深刻的历史，也是人文地理，做有感情的表达出来，看了都感动的。推广台语的这段时间，陈因发觉台语诗的起草较冷，所以伊也设计台语过关游戏，佮有文学行达来成人目。今年伫社头举办的台语诗歌节，逐礼拜拢有无同的活动。虽讲规模无大，但是陈因表示，只要有人来参加，伊得继续办落去，豆豆啊业绩，要互台语的根愈传愈快。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咱台湾去年天狗节的疫情是有记录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年，全台湾的本土病例是超过250例。台南是无病例，不过当地卫生局去年稽查探病网的来源是开出2600多张的罚单。不过，有民众咧质疑讲，若是无疫情，是安怎爱遐尔严格呢？卫生局强调讲，今年有特别印60万张的宣传单，4月份开始就会依法来开罚单。台南市卫生局稽查人员透早4个巡查，加强天口的防治工作。不过近来有林地区的民众反映，最近未少人收到罚单，原来是去年9月有稽查人员无事先公告，就直接入去集合式透天厝社区的内庭，去大户巡查，敢有水处，而且开罚单。受罚的民众向里长反映，迄阵住户拢去上班，这期明明唔是疫情期间，却无通知着亲门大户来采证，认为处理方式无介合理。无经过住户，无经过遐集合式住宅住户的同意，你去采样，安尼有适当无？采样过程中，你说你有拍照，那也对啊。可是我们的澄清人他会觉得说，你所采的这个样又没有全程去录影的状况下，所以我认为讲咱咧执法的过程中，咱是不是爱搁较细腻？一届两届，第三届袂听，迄落，对，有诶是。
卫生局回应，只要是开放空间，因拢会去巡查。但去年全台有200多例本土天狗嘅病例，台南零病例。即阵天气小热，有时搁落阵雨，真适合拖白蠓生炭。卫生局顶礼拜伫社区放3000个成蠓仔放卵的桶仔来检测，发现有3万粒的蠓仔卵，这嘛代表荒地的工课无法度放松，专年拢要有警觉。有些民众抱怨不知道采法的讯息。那今年特别印制了60多万份的宣导单张，将由监测人员在做家户巡查稽查的时候呢，同步进行宣导。经过卫生局统计，去年拢总开出2650张罚单，其中有8成拢是伫徛家门口查到水处。卫生局讲，3月底进前是劝导期，4月开始若查到，得照传染病防治法罚3000到15000块。呼吁大家爱确实做好摒扫，才通真正有效防止天狗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医疗的消息，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统计，全国400间区域病院甲地区病院有7成无皮肤科的专科医师，主要是因为一寡医学系学生出业了后，就直接去做医学美容。即嘛，医界是真烦恼，讲安尼恐惊会影响皮肤动静患者的权益。有的民众若拄到皮肤会痒、会痛、碰拍等等皮肤的问题，拢会去医疗院所挂号，互皮肤科的专科医师看。要涂又痒啊，都没等筋啊。所以这次换药好像好一点。很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就是到天气转变的时候就会好发的很严重。住院的病人他可能会伴随着可能因为不管是因为药物的过敏啦，或是感染的这些状况，甚至都需要有皮肤科医生来帮忙做一些我们叫皮肤切片的一些检查。不过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统计，全国有400间区域病院甲地区的病院，有甲7成拢无皮肤科专科的医师，出现人力的断层。原因包括有一部分的人，医学系出业考调医师的牌了后，都直接做医美，或者是完成 PGY 的训练了后，都投入医美的领域。医界烦恼讲，万不利若出现皮肤病动静的患者的时阵，敢会当送去医学中心，这互病院塞车的现象会愈来愈严重。这些皮肤炎、干癣这些，它可以很严重影响病人生活品质的急重症的疾病，健保的给付也把它视同是一般的疾病，所以它的对于医院来讲，它的收入相当的低。我们政策的目标就会是区域能够做协作，把病人 hold 在区域里面。这个区域基本上面就必须以皮肤科而言，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需要住院。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健保支付的制度，嘛建议甲皮肤科的医师纳入感情治疗甲长照的团队，而且甲专科医师的卡手纳入去病院评鉴必要的项目。针对这点，卫福部强调讲，国内皮肤科专科的医师卡手有够野，也若紧急、严重、罕见等等的动静，要是希望会当回归医学中心来治疗。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咱台湾2025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根据山港北大统计，去年来注册会员中高龄的人是已经坐过青少年啊。不过，伊嘛发现讲，愿意请中高龄的头家，敢若占3%。这嘛显示中高龄找临时工的困境。拍开找工课网站，伫咧顶悬会当找临时的工课。51岁米拉莎原本是做业务，疫情期间伊才投入公司倒去开始做散工。不过因为年纪的关系，连临时工的工课拢真恶找，互伊真无奈。我应该说，假设我投了20-30件，大概有预约可以就是邀请面试的机会，大概就只有1-2件而已。2029年，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中高龄延后退休已经加做社会趋势。根据山港北大统计，45岁到64岁注册山港软体比例已经来到66%，比青少年搁较侪。不过，愿意请45岁至64岁头家，干那3%；愿意请23岁至44岁，却占79%。数字显示，中高龄就算干那要找山港的头路来做，嘛有难度。那实际上面，目前社会都遇到的就是很缺工，然后少子化的情况。那我们其实就是建议说，如果能够就是在工作上面能够心态做一些调整，那其实就可以让这些人返回职场。客人他们就是顾客来说，他们比较有这个取向，像如果接到福伦社的长辈们，
那我们就让更高年级的人来服务。不过有旅游业的头家讲，且中高龄的员工有真侪优势。根据伊的经验来看，中高龄的员工排班稳定、经验济，而且嘛较了解中高龄客户的需求。另外，山港平台嘛建议企业会当重新设计工课内容，建立更较侪适合中高龄做的工课，安尼唔但会当解决劳动市场欠工的问题，佮会当提升工作的效率。记者第一线柯敏哲台北报道。因为少子化影响，即马司机嘛真欠人。日本有汽车的制造商应该发出会当自动驾驶的客停车，车底有摄影机、雷达甲感应器，会当侦测车路的环境，而且利用手机的 App 叫车，设定要去倒位，伊就会甲人客载到位。上近2029年的时阵，会伫咧日本的横滨出现。驾驶椅啊，都无侪人，很多路线家己叮当。这是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汽车试验车辆的自动驾驶系统在横滨市区上路的状况。日本因为老大人人口的比例逐当在增加，加上欠汽车甲客停车的司机，和汽车的制造商一直向车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日产汽车为2024年年初宣布要第3档内底推出无人驾驶的服務来弥补欠驾驶的問題。今年2月開始在横滨市區試驗車輛自駕系統。安全性や信頼性を確保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ためにはこの車の上に乗せる自動運転システムだけではなくて、それが車のシステムと一体となった形で信頼性や安全性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ので、こういうところはやはり自動車会社がや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想要利用无人客停车，乘客会当利用手机 App 叫车，设定要去的所在，就会自动找附近的空车。乘客会当伫指定的地点上车，让客停车安全送去要去的所在。QR コードが認証されました。足元に気をつけてご乗車ください。ドアが閉まります。発車準備ができ次第出発します。这个自驾系统是搭配14个摄影机、9个雷达、甲6个感应器，会当侦测车辆周围的道路环境，根据交通的状况来调整行车路线。在市区行车时阵，速度嘛维持在时速40公里内。その場合は例えば車線変更するときに後ろ向きますよね。その時に当然視線は前からそらさ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です。でもこの車の場合は常時全周囲をセンサーで検出していますので、常に後ろの方向を見ていますから、車線変更できますから、人より安全に運転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ます。大家唔忘在2029年、甲2030年之間，會當和無人客停車即刻上路。5月9時陣會先喺橫濱市區推出20台車，解決駕駛無夠、到人口刷叮當嘅問題。廣西新聞台是唐平玉。天氣報你知，咱來看今仔日各地溫度。北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8度；中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8度；南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30度；南部地區上低18度，上懸26度。咱來看外島地區。12度至23度，一個未來這3日的氣象。這兩天早暗溫差還是真大，天氣民眾若出門會記得加早一領衫。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早起新聞，我是丹尼，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